今仔日咱要伫经文内底看到，圣经内底看到一个真出名的妈妈。这个出名的妈妈是真少，圣经内底真少用到遮尔大的篇幅来写一个查某人。这个妈妈的名叫做哈娜，甚至咱也知影真侪人、真侪查某囡仔，因的名就甲伊号做哈娜。所以这个哈娜伊有一个伊发现的人，这个人叫做伊利加纳，伊有两个太太，一个叫做哈娜，一个叫做比尼娜。这比尼娜是有生囝的，但是哈娜是无生囝的。咱看去对犹太的负责人来讲，无生囝是真大的一个见笑。这若伫咱较古早的观念内底，也是安尼。甚至可能到今仔日嘛，小可有这款的观念，一个会生，一个袂生，有时候那个待遇好像不完全一样。哈娜就是这款的情形，所以伊这哈娜。甚至人会感觉讲，这是上帝对伊的责罚，因为无法度生囝。所以这另外一个太太因为哈娜未生，就甲伊欺负，但是这个翁婿特别关心伫哈娜，因为伊无法度生，这翁婿袂歹，伊知影讲无法度生的艰苦，伊伫迄个所在特别来甲关怀。但是这个哈娜犹原是生活伫一个非常的见笑、非常的郁卒的中间，常常流目屎，食袂落饭。所以虽然伊的丈夫甲伊讲吼，哈娜，我的太太啊，你为什么来带只哭唔食饭呢？有我这个丈夫，敢无比10个囝较好？但是哈娜犹原感觉心内真大的忧伤。伊是一个感觉家己真见笑的老母。但是哈娜无因为安尼就放弃伊的人生，无因为伊受到的无好的对待，伊就对家己无仰望，对家己的信仰无仰望，对家己的人生无仰望。伊是一个会祈祷的老母，伊是一个会倚靠主的老母。请咱做伙讲一个会倚靠主的老母，来做伙讲一个来。妈妈的角色不容易啊，无简单。囡仔有时阵嘛真歹教，丈夫有时阵。嘛真无体贴，所以真正有时阵咱确实亲像哈娜共款，带着目屎咧过日子。但是哈娜，伊是一个会晓倚靠主的老母，伊的表现就是祈祷，主要听这个老母的祈祷。哈娜因为心内真忧伤、真艰苦，伊就来到上帝面前献祭，了后，搁来到迄个祭坛的头前，伫迄个所在跪咧，伫遐哭。伫迄个所在祈祷，伊甲上帝下愿，讲万军的耶和华，你若听见你的女婢的苦情，你若无袂记即我，若想死我一个囝，我就要将伊献互你，一世人来服侍你。所以咱看见即个妈妈，伊毋若是为着家己的囝，毋若是为着伊要得到家己的囝祈祷。你若想搁较深，你会发现，伊祈祷的是我期待。上帝的国度会当加一个工人，我期待上帝的国度会当加一个工人，毋若为着家己的家庭会当加一个囡仔来祈祷，伊期待上帝的家的内面会当加一个工人，这是一个真水的祈祷。伊期待的是真正会当奉献一个细囝，互上帝来使用。所以咱对哈娜的祈祷内底看会出，伊是真正认捌耶和华的祈祷者。咱看见哈娜祈祷的表现，迄个流目屎，迄个恳切的恳求，咱看会出来，伊是一个真正敬虔、真正虔诚的祈祷者。咱看见哈娜的祈祷的内容，伊祈祷的是：我期待我会当有一个囝通奉献。伊毋是期待讲我有一个囝，互我袂见笑。我有一个囝，互我会当有地位，伊毋是安尼祈祷。伊祈祷讲，我有一个囝，互伊会当服侍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为着安尼来祈祷？你敢愿意为着将你的囝献互主？讲主啊，我期待我的囝会当互你用，我期待会当为你的国度来培育一个未来的服侍者。所以咱看见伊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。伊是一个
迫切恳求的妈妈，伊也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祈祷者。当伊祈祷了后，伊来到祭司，祭司甲伊讲：你会当平安去。愿耶和华成你心内所求的。伊领受着祭司的应允了后，伊就将目屎拭干。圣经记载，他的脸上就没有愁容了，伊的面的顶面就无郁住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有时做老母的面拢郁住吼，看路的代志伤济吼，看路的代志真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做老母，咱爱会晓倚靠主，咱爱会晓倚靠主，甲主祈祷，主听咱的祈祷，咱就毋免郁住啦。阿免，主听老母的祈祷，主听老母的祈祷，我会做牧师嘛是老母祈祷来。真正主听老母的祈祷，这是真侪人的体会。做妈妈，你爱抓牢这个观点，为老母的祈祷，为囝儿的祈祷是非常有气力的。所以咱看这个妈妈，伊领受到应允了后，伊的面就无阁忧闷，伊就有信心啊。伊就祈祷了，伊就真正交托主啊。第二天敬拜了后，伊就无带着忧愁，转去到伊徛起的所在。第三项，咱看见这个老母是一个会感恩的老母，咱做伙讲一个感恩的老母，来做伙讲一个来。上帝有听伊的祈祷无？有生囝无？有生查某囝是后生，伊求的对无？伊求了后得到一个后生，请问你会疼这个后生无？会甲惜命无？哎呀，因为你生足久生袂出来，终于生了一个小孩出来，你会很宝贝他吗？啊，这个囡仔有巧无？巧，未来的祭司哦，撒母耳非常的巧。你生一个足巧的囡仔出来，请问你的想法心内会有走一个观念出来无？迄个观念就是，哇，遮尔乖、遮尔巧的囡仔，我祈祷遮久，甲祈祷着，要甲献互主哦，足毋甘的哦，要甲献互主足毋甘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哈娜是一个感恩的老母，伊真正献，伊毋是讲献。咱有时阵听见真多人，甲上帝讲拢无照咧行。啊，上帝讲我若安怎，我就要安怎，但是拢无照咧行。哈娜毋是，哈娜真正将即个宝贝仔囝带到上帝面前，长年了后，就来到上帝面前来谢恩。伊讲带3只牛啊。一寡面啊，甲一地酒去献祭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个行愿的动作。然后最后个囡仔较大汉的，带撒母耳到以利的面前，甲讲：早前伫你这个所在徛伫祈祷的迄个妇人人，就是我。我要祈祷得到囝，即马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赏赐予我，所以我要将即个宝贝仔囝献予上帝，予伊一世人归予耶和华，无退休的啦，献出去。这互我想到，伫台湾咱有真侪遮个外国的神父，因可能对欧洲的所在，因上帝呼召因来到台湾来服侍，通常是服侍那些服侍遐个真送乡的人。你敢知影？真侪神父，因若身躯无破重病，伊就继续住伫台湾，住到当时，住到埋葬伫台湾。遮个神父有诶足巧诶，真侪拢有博士学位。遮个因诶妈妈伫欧洲，亲像即个汉娜共款，将一个真巧诶囝献予主。献予主，新妇袂当结婚，所以伊就毋免阁期待抱孙，甚至伊也毋免阁期待即个囡仔会倒来甲友好，因为即个囡仔一世人要互主来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做老母的，咱有时阵嘛甲上帝
祈祷真多的代志，咱爱做一个会感恩的老母。这个做丈夫的嘛是无简单，因为这个做太太的，甲上帝下愿，要照下愿来行。这个做丈夫的支持伊的决定，甲伊做伙伫信仰的顶面同一个步调，把孩子感恩的心献给主来用。哈娜是一个祈祷的老母，伊是一个感恩的老母，伊是一个下愿佮行愿的老母。伊互家己一个，伊得到一个囝，拄起伊的见效；伊也互上帝的家得到一个囝，拄起上帝的家的见效。咱若是对圣经有一寡了解，咱会知影，以利即个祭司其实毋是真好的祭司。所以伫上帝的国度的内面，欠缺好的工人。上帝的国度欠缺好的工人，伊将伊的囝献互上帝来用，互上帝的家有好的工人。伊实在是一个真伟大的老母，伊也是一个俄罗主的老母。伊带着撒母耳，这老母带着伊的宝贝仔囝来到示罗，互伊留伫上帝的面前服侍。毋若是感恩，伊也敬拜俄罗。伊也欢喜的心，伊将囡仔献互主以后，伊无伫遐讲我的囝，我真毋甘啊！迄若毋是我以前下愿，我嘛莫甲你献出去啊！伊毋是安尼祈祷，伊是安尼祈祷，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我的心因为耶和华快乐，我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伊将家己的囝献出了后，伊犹原感谢上帝，因为伊知影这囝是对上帝来的，伊要献互上帝来使用。各位做老母的，你爱将你的囝互上帝用伊，毋通讲啊，这囡仔等伊大汉家己决定，因为上帝互你直接管理的。上帝给父母责任管理呀，管理什么？管理上帝的产业，上帝的产业。这个囡仔是咱的产业嘛？是上帝交代予咱的产业，伊的主人毋是咱。咱若感觉家己是囡仔的主人吼，会问题非常的多啊。社会的案件是啥？老母带囡仔，老爸带囡仔做伙去自杀啦？为什么？孩子是我生的，我要怎么对他，我决定。毋是。咱做爸母，咱来意识到一项代志，他是上帝的，伊是上帝，你要带他去哪里？敢若一个选择，带转去上帝遐；敢若一个选择，好好啊引带伊到上帝的面前。这是咱的责任，这是咱做爸母的责任。请做伙讲者，这是咱做爸母的责任。做伙讲者来。这是咱做爸母的责任，咱来意识到这项的代志。哈娜学了上帝，只有耶和华最胜，除伊以外无人通比。伊学了上帝的主权，伊互耶和华互人死，互人活，互人落阴间，也互人上悬。伊将全部的学了归互主，伊学了上帝的作为，讲枵的无搁枵，未生育的。生了7个囡仔，伊对真爱的中间高举颂香人，伊对粪堆的中间高举欠缺的人，伊学了上帝的眷顾，讲上帝要保护圣民的脚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对哈娜的心上会当学到什么？学了，会当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学了。各位做老母的。咱拢做者忧闷呢，咱拢做者忧闷，但是咱来学习啥？学习学了上帝，学习学了，因为咱咧放下咱的忧闷来学了咱的主。咱做伙讲，放下忧闷，学了上帝。咱做老母的，咱来学习放下忧闷，学了上帝。上帝足疼你的，你毋通一直多注意这还未解决的问题。你袂记起上帝已经对你加添你偌济恩惠，你拢无注意到吗？
咱甲注意着讲袂安怎，袂安怎，我祈祷的袂安怎，伫迄个所在有准尔。而了主要为你成你所袂成的代志。最后，咱看见这个老母是一个奉献的老母，请咱做伙讲一下来。奉献的老母，汉娜遮尔多年无法度生囝，伊生一个囝，伊看做是宝贝。但是伊撒母耳长年了后，就带伊到上帝的面前，交互祭司。交互祭司，对细汉就开始服侍上帝。当汉娜将撒母耳献互主。后来，上帝予伊继续生啊！予伊毋若生一个囝，竟然后来这未生的查某人，竟然阁生3个囝，甲2个查某囝。汉娜本来是一个真见笑的查某人，但是伊竟然生落来一个改变这个时代的属灵的伟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可能咱甲汉娜有时阵足相像的，咱伫家庭中间，咱嘛是真见笑，咱嘛真郁卒，咱嘛是真。头拢压袂起来，丈夫、囝儿、工作这压力的中间，咱头压袂起来。咱要遮的老母讲：倚靠上帝，咱来倚靠上帝，咱来祈祷主，咱来感谢主，咱学了主，甚至咱奉献予主。哈娜就是咱的模范，伊是遮尔艰苦的查某人，上帝也眷顾伊的查某的女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嘛是上帝的女婢，上帝眷顾你，上帝要听你的祈祷。在座咱做囝儿的，咱做丈夫的，咱来感谢咱的老母，感谢咱的太太，友好伊，疼惜伊，帮助咱的老母，互伊会成做祈祷的老母。帮助咱的老母，鼓励伊的信仰，鼓励伊疼惜伊，为伊祈祷。愿咱拢会当纪念老母的疼，也会当真做囝儿儿女，也咱会做爸母的，咱也真做儿女的好的爸母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的主，我要感谢你的恩典，会当真做爸母是遐尼阳光的一个积分。囝儿是你所赏赐的产业，阮受托来做一个管理者。主求你帮助，互阮会知影即个身份，互阮无高估家己，也无过头高估阮的囝儿，因为阮拢是属伫你的产业，毋是属伫家己的产业。主啊，求你互阮会当分别做成，奉献互你来用。就算阮的囡仔亲像撒母耳遐尼优秀，阮也愿意互伊来教会服侍，阮也互伊愿意互伊来成做你的奴仆。主，阮感谢你学了语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对汉娜的身上学习，安怎做一个有信仰，安怎做一个祈祷的老母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